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中国这礼拜就要互因中国人会当出国旅游，因为中国国内疫情当严重，世界各国是拢带咧等，惊讲这中国疫情就会传入境。离中国上界近的就是日本甲韩国，所以讲韩国是已经提早实施边境管制。发现讲这几天对中国过航班平均4个人，都有一个是阳性确诊。而且昨日伫机场查到确诊者了后，这个病人竟然是去送去防疫旅馆的路人，竟然是逃走，互南韩的警方通缉，赢去总算是抓到人啊！日本甲南韩这阵是对源头尽量减少入境的中国人，亲像日本就要求航空公司莫阁增加对中国过日本的飞机机抓，南韩是减少发观光签证。当然，中国人若是一定到地，就要尽量掠病例，莫互因进入社区。所以讲，落飞机就随检 PCR， 就飞机进前爱到阴性证明，这拢是一定爱做的。中国这个月初8要放令民众出国旅游，各国已经提出各种防疫做法，谨慎对待。想未到一个40多岁中国游客，初3暗时飞往南韩仁川国际机场，落地时阵检测是阳性了后，直接防疫巴士去防疫旅馆等待大房，煞趁机会脱逃。南韩警方全力搜查了后，初5日首尔掠到这个游客。 또 이분은 이제 그 법률에 따라서 1년 이하의 징역 또는 1천만 원 이하의 벌금에 처하게 되고요. 그리고 강제 출국을 당하게 되고 일정 기간 동안 입국이 제한되는 어떤 처벌을 받게 됩니다. 南韩防疫部门去年底就开始加强中国游客入境的管制，为这个月初日开始，将中国入境的旅客独立出来，身躯都要搁挂黄色的牌啊，让人辨认，要求因落地时阵进行 PCR 检验，确诊者隔离7天。根据南韩疾病管理厅初5的统计，前一天为中国入境旅客的确诊率已经升高到31.5%。 네, 개인적으로는 좀 규제가 필요하다고 생각합니다. 오늘 아침에 뉴스 보니까 며칠 전에 뭐 중국에서 사람 들어왔는데 격리해야 된다고 했는데 도망갔다고 하더라고요. 그 아침에 봤는데 그거 보고 좀 심각성을 더 느낀 것 같아요. 中国游客的旅游热点，日本、南韩拢陆续推撒中国游客落地体检，要求确诊者爱隔离7天的新政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初时就宣布加强检验，为7月开始为快筛变强制 PCR。不过，原有其他国家像讲泰国、柬埔寨拍开国门，无需要提资料，也是接受任何的检测，欢迎中国旅客到国内消费，促进因的观光。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 大家定中国定行到安尼，不过因的官方昨日说是讲，敢若增加5例的死亡病例。中国疫情爆发过外月，世界卫生组织总算是出声批评中国暗砍疫情。后面即阵嘛，美接鼓励因的新员国爱缩安防疫限制，要求中国的旅客拢爱交阴性的证明，才会当入境。 北京的病院外口，救护车小煞载发烧的患者来，病院工作人员冲出来要阻挡，无要互人翕。不二个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初3敢若新增加5个新冠死亡的案例尔。世界卫生组织个咧要求讲，中国伫认定死亡的标准有问题，还佫批评讲这个定义伤过矮。 We know 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all countries very often in recording hospital-related admissions and use of ICU facilities. But again, we believe that the current numbers being published from China underrepresent the true impact of the disease in terms of hospital admissions, in terms of ICU admissions, and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deaths. 这是 WHO 的官员对中国最近处理疫情的方式做出上明确的批评。中国的疫情煞咧炭，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讲，上海的染疫率有可能达到70%。 病院甲火葬场拢已经要记载袂调，而且因为这个农历的过年都要到啊，春运会引爆农村，还佫有城镇的疫情。这波的染疫官方统计出现伫1月的中下旬，就惊讲这个疫情佫再摊开。后面伫测试一场危机应变会议，以压倒性的多数决议，强烈鼓励后面的成员国，若是对中国来的旅客，伫起飞进前48小时内就要做体检，而且结果要是阴性的。 同时嘛建议讲，来回中国的航班的人，拢爱挂喙罨。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根据调查，有6成日本企业认为讲今年的景气会慢慢恢复。
不过嘛是真烦恼讲，国际经济恶化，搁有中国疫情带来伤害。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纽约的商品交易所昨日的黄金价销是破7个月以来上界悬的。不过国际油价算是比去年上关价时阵大落要4成。经济学家就认为讲，这代表人是愈来愈惊全球的经济行倒退。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首相苏纳克是按算要立法阻止罢工。医疗、铁路、教育、消防等等民生安全行业，罢工期间要是爱提供一寡服务，袂使中断。工会若是拒绝，头家会当告工会违法。稍类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新的议长选不出来，美国的众议院只好一直休会，无法度运作。共和党的麦卡锡是搁再甲反对伊的共党议员协商，望会当争取到因的支持。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是按算搁较强的武器支援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就讲，正在考虑提供布莱德雷战车给乌克兰。这款战车是美国的陆军伫咧战场载军人的主力战车。伫咧5天前，今年新年的头一天，越南岛一个查甫囡仔去歹铁的时阵，摔落35米深的阿文土港。因为这条港是真矮，敢若25公分宽，救援人员是想真济办法，用真济机械，嘛拢无法度把这个查甫囡仔救出来。越南的政府当时已经宣布讲抢救失败，这个查甫囡仔是已经死亡啊。不过当局嘛是尽力把遗体挖出来，予伊入土为安。为抢救困伫暗头港的查甫囡仔，调各种大型器具无眠无日进行作业，不过时间慢慢过去，查甫囡仔生还的机会愈来愈少。越南东塔省副省长拜沙宣布，抢救5天无效，查甫囡仔已經死亡。Thì chúng ta ưu tiên vừa song song cứu hộ và tìm cách để bảo tồn, để duy trì cho em bé, nhưng mà xét thấy rằng đến lúc này thì cái điều kiện duy trì sự sống cho em bé đã kết thúc và em bé cũng đã có cái bằng cớ đầy đủ rõ ràng là tử vong。这10岁查某囡仔是伫元旦进前，甲3个朋友到这个起球的工地附近捡废铁，无细致玻璃块25公分、深35公尺的暗土港当中。起初救援人员也听到伊的求救声，伫抢救的时阵也一直换送出桶维持伊的喘气。暗过到第3天，掉落去的检测器显示伊已经无反应。官员表示，查某囡仔有真侪所在受伤，而且暗土港内底长时间送索无够，经过咨询医疗专家了后，才做出宣告死亡决定。不过救援团体依然尽力将查甫囡仔遗体挖出来，予伊的亲人为伊办丧礼。伫这进前，有关当局出动数百军警甲工程专家，希望将暗土港背出来，然后这段救出囡仔完成伫附近大致19公尺长的铁管，努力送当局挖除暗土港附近的土甲积水。拜三进前，越南总理也爱救援人员尽力抢救，不过最后救援政府依然宣告失败。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辑。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昨日去访问中国，行程计共受3天。顶个月，中国甲菲律宾因为南海主权起冤家，这回因2个月领袖见面，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是强调讲，愿意协商解决问题。佮提议讲，要伫咧无争议的海域合作，做伙开发石油甲天然气。小马可仕嘛回应讲，真正真期待两边的合作。在南海争议的紧张气氛中，中菲领导人初时头一遍会面。菲律宾总统小雷马可仕初3到中国访问，初时伫北京甲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这是小雷马可仕就任了后头一遍到中国访问，也是北京今年头一遍接待外国领导人。这是你就任菲律宾总统后首次访华，也是你首次正式访问东盟以外国家。你还是今年中方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And hopefully, with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at we all face in the next few years, strengthen the partnership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双方真细致，用词真谨慎。因为小雷马可仕出国访问前，中菲两国各因为南海主权问题闹甲无愉快。去年底媒体报道，中国开始伫南海填海造地，佮将扣押菲律宾海军为南海鼓着的中国火箭残骸。不过中国拢否认。菲律宾伫顶个月下令军队加强监控相关海域。小雷马可仕当时讲，袂予中国操打菲律宾伫南海权利。
第两个领导人会面了后，中国央视报道，习近平向沙利马克斯讲，愿意协商解决问题，佮提议两国伫无争议海域进行油气开发合作。沙利马克斯是回应，期待加强各领域的合作，佮遵照一个中国的政策。双方拢总签署14项甲旅游贸易、信息交流双边协议，其中提起两个外交部要就海上问题建立沟通机制。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以色列甲巴勒斯坦那领土有争议，信用嘛袂对同。拄就任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就派官员去圣殿山。穆斯林的圣地艾格萨清真寺，就是伫咧圣殿山迄个所在。所以讲巴勒斯坦人甲阿拉伯国家拢是真生气，认为讲以色列咧侵略因的圣地。巴勒斯坦驻联合国的大使曼苏尔和阿拉伯国家大使伊斯兰合作组织和无革命运动的代表会面了后，这是伫纽约联合国总部以攻击两个字形容以色列新的国家安全部长班古维尔采取伫圣殿山行10部分的行为，而且批评讲这是对巴勒斯坦的人民、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枪声。The attack is not only against our holy sites in Al-Aqsa Mosque and in the Haram al-Sharif. There are, because of this environment of extremism that this Israeli extreme government, the extremist in the history of Israel is providing, is leading to additional aggression against our Christian sites, Christian graveyards. 在因的要求之下，联合国安理会7月会开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当局的做法，实际掌控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团体哈马斯。是讲班古维尔的做法根本就是罪行，强调耶路撒冷这个圣地是巴勒斯坦、阿拉伯和伊斯兰的。艾格萨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第3大圣地，敢若伫麦加和麦地那后壁尔，因为是起伫2个犹太古圣殿的遗址顶悬，当地嘛是犹太教上神圣的场所，目前规定非穆斯林会当伫特定的时间来造访圣殿山，但是袂当伫内面祷告。出身以色列的极右派犹太力量党头人的班古维尔，长久以来拢主张改变圣殿山的现状，互犹太人会当伫遐祈祷。ממשלת ישראל לא תיכנע לארגון של מרצחים, לארגון טרור שפל. הר הבית זה המקום הכי חשוב לעם ישראל. 德国和美国政府是透过发言人呼吁以色列政府自我控制，维持耶路撒冷的现状。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敢若嘛想要甲西方的盟邦做保证，伫联合政府的协议当中修订圣地现况保持不变的条款。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到今年2月底就满1年啊！外籍佣兵甲国际兵团拢是乌克兰的军队上大的靠山，而且嘛有侪已经伫咧国外生活的乌克兰人回国保卫家园。另外，乌克兰的军方是发现讲，有一寡罗西亚兵仔尸体身躯顶是无会当辨识身份的标记，怀疑讲是罗西亚军方调工甲创好认袂出来是谁，安尼就免发钱互家属，买当暗砍死亡人数。一直做训练拢无得当，乌克兰的外籍兵团随时拢准备要对抗俄军。总指挥纳兹是已经伫阿根廷待21冬的乌克兰人。今年战争一开始，伊就含亲兄弟返来家乡做兵。2个月前，伊的兄弟已经不幸伫战场死亡。伊嘛讲，这场战争是拍甲足艰苦。Toda la gente que vinieron de Afganistán, de Irak, de Colombia, de donde sea, jugar muy bien acá, porque si no te acostumbras a que se te caen cada rato las bombas, te vas a tu casa rápido porque no aguantas. 乌军伫去年后半年，互乌军大反攻了后，一直对乌克兰真侪城市是发动大规模的空袭。过去几天，搁伫咧顿内刺客乌军的控制区，甘两个所在的海马斯火箭系统和800外粒的火箭拢炸歹，造成超过130个外国佣兵死亡。情势无啥好嘛，互外籍佣兵变甲真重要。São batalhas sangrentas. Muitos companheiros se machucam, mas tem uns que se recuperaram rápido, mas estamos persistindo, estamos vencendo. 连俄军退离哈尔科夫地区了后，乌克兰的国防部开始做认尸体的作业，发现俄军想要来暗砍尸体的身份，俄军死亡者身躯顶的标记拢互移除。Перше, це економічні причини. Російська Федерація перебуває у скрутному економічному становищі. Це по-перше, що унеможливлює їх виплати. Так.
Потім вони не бажають, щоб тіла повернулися додому. 俄羅斯總統普廷初三才簽發500萬盧布，合代表大約215萬的撫恤金，但是嘛傳出有可能閣一擺大規模的徵兵，因為頓涅茨克的巴赫姆特戰役一直無停，兩國前線作戰的預算是真緊繃。嘛俄軍想要升級巴赫姆特戰區，俄軍嘛計劃要對隔壁的盧甘斯克州俄軍佔領的史瓦托維和科爾米納來攻擊，嘛要防止俄軍南下的攻勢。公司新聞紐眼編譯。日本東京豐洲市場開市，新年頭一天營業，照舊咧是辦烏昂生化拍賣活動。落尾是由連鎖的壽司餐廳甲水產業者合作標調，是用3600多萬的日票，大概就是849萬的台票，標調一隻212公斤的烏昂生，這嘛是去年介紹的2倍以上。拍賣場內底手搖鈴聲一直達，因看出新年頭一天的市場戲霸競標人氣正旺。東京豐洲市場早起照慣例舉辦新年頭一屆的競標，今年上重的烏昂噌有212公斤，是親身搭正港的市民主內正紅掠到的。現場的拍賣嘛真競爭。昨年は急激な円安や生活必需品の値上げ、海外情勢の変化など多数の変化がございました。コロナウイルスの感染拡大など、我々水産業界を取り巻く環境は引き続き厳しい状況が続くと思われますが。現場因看到真濟競標業者揸着手電啊甲工具佇觀察肉質的品質，最後一尾上重的烏昂噌，和東京米其林餐廳、銀座小野市熟食甲水產批發業者三行共同合作，用3604萬日票，差不多台票849萬標調，這嘛是雙方合作連續第3檔買到。這個介紹甲2022年相關的介紹1688萬日票相比，嘛翻倍成長。去年的烏昂噌甲今年相比只有輕1公斤，也毋過今年的介紹翻倍，嘛迄是市場的需求增加。嘛好掠到這尾烏昂噌的市民表示，這是伊掠過上好的魚。在過去相關的競標介紹是在2019年年初，連鎖壽司餐廳壽司山脈用3億3360萬日票標到207公斤、400公克重的烏昂噌。國際新聞台是董炳玉。美國的消費電子展，初五是伫拉斯維加斯舉辦，因為羅西亞對烏克蘭發動戰爭，所以是阻止羅西亞廠商參加。這款宇宙的相關技術，嘛因為飛機實景甲一寡體驗技術愈來愈發達啦，已經有真濟商品化應用，所以講未來就有愈來愈強人工智慧車，咱做回來看。And let's go. Now wake up. Say hi to the big guy. Very good. You just have to speak to it, and the machine will understand what you want to do, and so it happens. 對聲控7號米狗到電動溜冰鞋。 Here you have a motor inside the wheel. You have 20 miles per hour top speed. Forward you can accelerate, and backwards you can brake. I just use the brakes to stop the skates safely, so you don't need to do hard movements. 也閣有專利電極測腦波檢測早期識別病症，含後擺免閣用手電、用光照就當來斷定落來是毋是有成色。本屆美國消費電子展，甲去年因為歐盟可能病毒來縮小規模，甲比起起來，這邊的創新設計辦配比逐一年佫較大版、佫較大膽。大會表示講，今年有3200個參展商，超過預期，不止個俄羅斯的廠商，互人排除在外。Because of the Ukraine situation, we've advised them to shift to another country, and I believe a couple have done that. 各間廠商展出家己上新的研發科技，最近幾年正做市場主要的議題元宇宙。日本界會當看重利用虛擬實境的技術，帶人來進入仿真的另外一個空間。相關的發展商機嘛更加明確。因為交通運輸，親像汽車配備作業系統，就親像智慧型手機和筆記型電腦，需要心激系統、精神軟體，辦配會正做未來的趨勢。即馬來到後疫情時代。不過疫情的研發甲遠距離的產品同款嘛是焦點，包含加強評估健康狀況和醫護遠端聯繫。另外，環保永續經營嘛是6大主題之一。淘汰塑膠、使用生物降低材質，攏會當看到廠商的研發科技，嘛無來袂記哩致力來減少碳排。公司新聞黃溫玲編譯。感謝您收看今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蘇比，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